安那核酸刚要停拍，也是这礼拜六要公投。民进党台北市东部政府执行长陈胜文就炸水去烂树的核废料存坑场坑一枚，才送去国民党的党部。想不到去互国民党的发言人杨智宇一嘴答。民进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就敲说民进党未输是小偷啊。民众党支持的核三中客公投，23就要举行。党主席黄国昌带领党公职启动扫街宣传。针对经济部前几天伫人民册讲，台湾核电依法到今年5月17已经全部停放。不过台湾的电价要是比附近有核电的国家日本、甲韩国要搁较俗。黄国昌是无啥认同。数学能力都出问题了吗？请问一下经济部，这个是用什么代价达成的？过去电力发展基金台电用的剩多少？然后拿纳税人的钱补贴3000亿，现在亏损高达4000多亿，怎么我们的经济部现在表现啊，比民进党刚刚所讲的小丑还要弱智啊？黄国昌所讲的小偷啊，就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副执行长陈胜文，因为前一天伊早控泉水去烂树核废料储存厂放一天，了后提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要互哪样的人啉，想要夺显核废料的议题，不过对方却是一嘴回答。无聊至极，你以为喝水会有什么荣誉勋章吗？你是谁啊？你想喝，不代表民众想喝。兰屿人喝什么水，我们就喝什么水，不需要去把这个核废料或者说核能的讨论变成这种戏谑的方式，然后污名化兰屿人。离投票敢若剩2天，款团佫一届集合，强调核三厂至少发生过7届导火、35届辐射的污染，也佫有45届其他各样的问题。呼吁无应该重新启动超龄的电厂，嘛质疑核废料的问题伫台湾到大也无解封。以反空物质明确支持核三，然后却忽略了长期烧核废料或核辐射物质管理不当的一些状况。我们现在连高阶核废的选址法律都还没有制定，也还没有找到追踪处置场址。所有的高风险的用过核燃料都是暂存在核电厂厂区里面。针对这点，民众党嘛强调讲，处理核废料的问题并不是今仔日才发生的，因为着赢执政9年外，到大才开2000万，请学者研究有关核废料处理的法则，等到会互台湾伫咧国际上输人添添。记者综合报道。